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阮阿妈的心，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，等你来，等你每一字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写予你的这张批信，是阮阿妈的心，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，等你来，等你每一字，等你回阮消息。哎呦，我哪才无路用啦！敢讲我着要替淑珍保守这个秘密，保守一世人。啊，后文恁永远唔知影讲，伊的囝是志玲，唔是志忠。要不这代志若讲出来哦，啊，等下就愈舞愈大坑，愈舞愈复杂啊咧。啊，拄则去等下，啊嘛无怪志玲，敢若听见唱讲志玲人真勇健，真贤读书。啊，我规去安尼甲讲就好啊！安尼我嘛无骗伊啊。对，我规去安尼甲讲。阿姨，啊，你若替我放假啦？阿姨，啊，我知，你要问囡仔代志对无？阿姨，你敢有看到我的囡仔？啊，囡仔吼身体真勇健，真贤读书，嘛足缘投的。真是的。真是的，你放心，下个去困，去困。阿姨，多谢你。袂啦，去困。哎呦，好佳哉！你若搁继续问落去，我唔知你讲啥才好咧。哎呦，好佳哉！我的囝真勇健，真贤读书，嘛生做真贤头。头家娘一定有好好照顾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阿爸，什么代志啦？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阿爸参详。坐啦。阿爸，我想要继续读册。继续读册。啊，你即摆毋是咧读大学啊？你读啥物册啊？我是想要出国留学啦。是啊，你要出国留学？志玲啊，你唔看卖咧？咱庄仔内吼有几个人有才调读大学的？志玲，你即摆读大学啊？阿爸的面子吼已经有啊啦，无需要搁读啊啦。阿爸，我念伊就要大学毕业啊，
而且我学校嘛拢申请着，阮教授一直鼓励我继续读册。阿爸，敢讲你是为着一条烦恼心？是阿爸无才调。假使你若坚持要出国留学，就是等于逼阿爸买一间大洋厝。阿爸，咱敢真是欠了遐侪钱？卡厝若是安尼，安尼我着莫出国留学，我明仔载来去找头路。免啦，无差到迄一时啦。即摆阿爸吼有法度供应你吼读到大学毕业啦。阿爸，我无想要你哦，逐天为着钱咧甲阿母冤家。而且搁再讲，我的学业嘛真轻松啊，袂有啥物影响啦。我明仔载就来去找头路。好啦好啦，随在你啦。规日吼，你已经大汉啊啦，要安怎吼，我拢无意见啦。真无简单，才争取到出国读册的机会，就因为无钱就爱放弃。也毋过即摆阿爸真是有困难，伊讲我若出国读册，就是逼伊卖掉大厦厝，敢讲我就会安尼放弃。阿姨根本就无了解我甲王大哥的感情。其实感情的代志，不只是阿姨无了解，连我家己嘛无了解。敢讲我真正应该放弃这段感情线？真歹势，你当卖坐车无？是安怎袂用坐车？这位是我的。你的？这顶头敢有写名？有啊。有。这车是有写名？刘水仙老彩云。那你一定是老彩云哦。刘水仙是啥？啥是啥？跟你有啥物地带啊？阿爸、阿母，我来看你。阿爸阿母，真歹势啊！我唔知影，我拄食坐时阵无去看到顶头有写名，真失礼，有去坐到恁阿爸阿母。不要紧。是讲，恁爱甲恁阿爸阿母的名写伫遮？这个所在是阮阿爸搬落过身的所在，嘛是阮阿爸甲阮阿母上尾一摆见面的所在，所以我去办一寡石头，顶悬写阮阿爸甲阮阿母的名，要来纪念你。真失礼，请你原谅我真心是挑故意。我知影，你毋是挑工的啦，免阁歹势啊啦。你若无代志，是毋是会当先离开？我还阁有代志要甲阮阿爸甲阮阿母讲。哦，歹势，无我先来走。阿母，
我等下再来切条啦，你休困啦。免啦，斗大人吼无错较惨死，互我小运动一下。好。不呀，我来切条啦，你休困啦，好不好？来。不呀啊。那是无人要照看。哦，拄好，我就靠在无地头。我叫你看啥？你看啥？你不是看身体健康，还是你看万事如意？啊，你看啥啊？骗笑的，看一个煞袂用一。哦，我知。你即马咧看我今仔日咧传销料理，互人家食，对不对？我就去插你传销料理互食。我卖我的肉粽了，我的肉粽大粒，也搁多，又搁 Q。我就插恁卖什么料理？迄恁家的代志啦，大粒搁 Q， 也搁多，对。无通遐好啦，国用啊，人情老一山日后通小看啦。生理做你的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唔通安尼啦。大家牵家那拢无关系啦。你唔通讲人客要入来，你就甲嫌，就甲人客叫去边仔讲我的生理上歹，我的这种更臭酸的，我的习惯就做日本料理上贵。无通安尼啦，做生意唔通安尼啦。肉粽58块钱，我就捌买价啦。我的肉粽同台湾全省我上好食，我你怎样看嘛呢？啊，无你袂晓去传肉粽，大家来变看卖啊讲诶。有影面？来讲诶。你食？好，我今日白肉粽甲你输赢，输赢再再花真多咧。你咪安尼变你倒，试看嘛。大家来小拼，来。咩啊？咩啊？我跟你讲，外口迄卖肉粽，迄个讲话乱唔是管的。安尼个人客人后壁我伫咱遮哦，拢讲咱的日本料理好歹食，偌贵，讲伊的肉粽较好食啦。我来看，咱今日本料理卖做，咱今聊传传的，白肉粽介顺呀，你看啦。为你想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笑。我来看，咱今日日本料理卖做，咱今日聊传传的，白肉粽介顺呀，你看啦。不要。啊，你聊金看啦，是安怎哟？阿好兄，做生意本来就凭本事，是安怎拼来拼去？啊，做生意本来就凭本事啊，啊无拼来拼去，伊安尼两头金骨，袂输咱那马包子的，到时愈来愈好款啦。阿好兄，我感觉你变人呢，你若变到这尔爱计较，你较早就毋是这款人啊。没啦，毋是讲我爱计较啦，你袂记你？较早咱咧卖肉粽的时阵，咱嘛安尼Q Q一点一滴安尼捡起来，对不对？咱才有通去南洋讲安尼拼生拼死安尼认真打拼，才有迄个场面倒转来咱遮讲安开这间店，啊嘛有才有迄间厝通徛对。啊做生意本来就爱计较啊，啊你若无计较，啊咱怎就规气收手干歹做啊？对。妹仔，妹仔，妹仔，你听我讲啦。无你两个今仔日是伫安怎？咱食愈侪下山愈好管呢。阿姨啊，无代志啦，叫我来无闲就好啊，你去好困啦。阿好啊，来一个。无你今仔日是伫安怎？透早透夜就咧冤，对门口冤到9点来入来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好气生财，啊你两个冤到安尼面凹面臭，人客敢会入来甲咱交关心？阿母啊，你就唔知影咧，迄卖肉粽要做。去甲文英开始。安那？你是查甫人呢？你唔去甲下室咧，敢讲就要叫文英先甲你下室咧是？文阿母啊，啊即马好到尾啊，啊又搁我唔对哦。啊，唔是你唔对，无送唔对。去啦，去下室咧。去啦，紧去啦！哎呦！唉，袂啊，啊，阮阿母讲哦，对啊是我较唔对啦，我较有计较，我入去室内啦。啊是讲吼，查某人吼咧生气，嘛生气这个随意就好，啊若无吼，会快闹呢。啊，阮阿公嘛讲吼，讲要生气吼，唔通生去见面啦，啊若袂臭生意啊。你若讲好话哦，我袂搁听啦。啊那呢？你若讲好话，阮足有道理的，也毋过哦，你拢做袂到。
阿母，干嘛呢？我知，我也无甲你讲带斗阵啊啦，我免来知。志玲啊，志玲哦，紧唱！你等下查某是拢死啊啦吼！嘿，啊志忠啊，你就伫房间内底啊，我伫外口喊到大细声都袂应啊，你是下狗哟？哎呦，莫搁话啊啦！啊你规工哦，家己哦，安尼闭喺房间内底话，啊你是咧话啥啦？啊你嘛较拜托咧，哎规间房间啊乱糟糟哈！啊你嘛家己整理整理的。志玲爱读册，啊你闲闲无代志，做毋来甲阿母斗相共。阿母，你是念煞袂？你若念煞，就会当出去啊。好啦，算我欠你的啦。你莫动我的物件好无？哎，我是咧甲你斗整理呢。唔免啦，我家己晓整理啦。你出去啊！嗨，做无在，搁爱互人嫌无？无怪啦，什么老爸吼生什么囝。志忠的个性变甲安尼，拢是伊的种无好啦，甲因老爸共款。无啊，你是咧讲什么啦？你是咧讲我？毋是咧讲你啦。拄则你讲志忠种无好，你毋是咧讲我，无是咧讲啥？好啦，算讲我咧细细念好无？啊，你来找我说创啥啦？来找我冤家哦。我毋是要找你冤家啦，我是要问你啦，咱这有法度吼，要摕这笔钱出来无？你搁想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创啥，我想要吼，互志玲出国留学啊。出国留学？是啊，志玲吼自细汉就教我读册，我一直甲培养伊即摆要大学毕业啊，无像志忠啦，本大读册啦，啊志玲吼，就教我读册，咱就继续好读，就算讲吼，咱袂残袂地，咱嘛爱甲培养啊，这对咱陈家祖先嘛有一个交代。袂残袂地哦，陈建昌啊，我借问一下吼，咱陈家吼，还佫有倒一库田、倒一块地会当卖哈？咱的情况哦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伊若想要读册哦，家己去想办法啦。什么咧？家己想办法？你做人的老母啦，哪会当讲这款话啊？袂输志玲哦，敢若毋是你的亲生囝？你想看觅，志玲若会互伊出国留学，摕一个博士回来，你这做老母的嘛是有面子啊！佮再讲啦，以后吼，伊若找头路，迄薪水嘛较悬啊，会当改善咱陈家的环境，这算起来嘛是一种投资啊！投资？你若甲我讲投资，我规巴都好啦。若毋是你黑白投资吼，咱陈家袂步到这款的地步啦。安尼志玲要出国，早就出国读书啊！好啊啦，我无想要甲你讲啦。哈！你两个老伙仔是冤煞，恁尽量去栽培志玲啊，哪免插我啦？为你伤心啊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我等下啊。阿姐过来想做，煞毋知影搁咧冤家。过来玩哦。是啊，透早透枵就咧冤咯，面拉面臭，生理免怎做会成啦？我看今仔日规去店规日啦，休困。李冠，你去写一张牌啊，插喺门口的，讲今仔日咱店休困。去啊！亲爸，莫生气啦，我有办法。阿姐。我跟你讲哦，即摆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梁山伯去救云台》，足好看。好，我知。来，阿姐，这个钱互你看电影哦。不是啦，阿姐，我是要叫你带去看电影啦。